中华职棒的新赛季3月29就要开始拍，这去年的冠军中信兄弟准备要去拼连霸，李全龙加入陈子豪甲朱玉贤两个大炮，嘛真有拼冠军的企图。每一队的战力拢有调整，有评论是指出，今年比赛关键应该也是来看杨将的实力。 以进化做2025年度的口号，中信兄弟要拼2连霸，若是顺利卫冕，就会当以11个冠军赢过统一赛，成做摕上侪冠军的球隊。今年は今年もうね、去年は去年去年優勝できましたけど、2連覇するには本当に大変だと思います。だからさらなる努力とね。 陈子豪转队，江坤宇甲詹子贤继续留伫中信兄弟。 队上主力球员的防守甲打击嘛是真有实力，若教练团嘛阁进化，新请的打击教练 Sarah 阁开始职棒头一位女性打击教练。Go for one， 两将一心。李全龙为着要争冠军，毋但加入陈子豪甲朱玉贤两位强力打者来提升全队的战力，就连教练团嘛阁有换人做调整。他们两个没有来。 也是有压力，至少这样的压力，我觉得算是好的压力。统一赛乐天桃园、富邦悍将甲大港雄鹰4队阵容嘛有留来做调整。不过球评指出，乐天甲富邦伫咧自由球员的部分，较无争取到真好的选择，主要是调整教练团，阁有加强培养力军。因为每一队的外国球员，会当讲是影响输赢真重要的关键。现在有一些投手，可能他要拿 大联盟春训的邀请拿不拿得到？如果拿不到的话，那富邦就有机会把那些资历还不错的选手给找过来。介绍的部分，佮加上可能有韩国职棒咧找人。目前除了大港雄鹰的外国球员确定，另外5队佮爱找1位到2位的外国投手。以富邦来讲，锁定的名单内底就有人爱拍经典赛、资格赛，就要等到比赛了后，才会当确定外国球员的阵容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